我自己心中那我是容易从哪里谢谢兄弟们啊！一行路了就够那比呀，年过了轮了，观众了就莫那人呐，何必哟？水过了嘅河那走那，望走了遠了，Have you seen my lovely queen moving as a cloud before the moon? There's no other to be my lover. Horses well feet can never compare.
記得我，你記得我，把光下現亮在世間，我應該依個。你記得我，你記得我，在秋天天出的細路，銀行銀衝過，該金黃色飄下，金黃色風，該金黃色飄下。色飄下，金黃色風，在金黃色飄下，你的給我。有沒有想起小時候的事情？那不累。风吹过，吹过2千，吹满路。你记得我，你记得我，你無奈是嘅期盼，將來未來，該金黃色。金黃色你，該金黃色飄下，給你嘅歌，該金黃色飄下，金黃色你，該金黃色飄下。往事從南方嘅夢幻，碰也碰到。忘記的路，忘記的路，在夢想從南方嘅山頭，是李白的《唐诗下江陵》，就是旁的彩云烟，千里共领一番，两岸烟上一壶酒，饮出一个把酒散。是旁的彩云烟，千里共领一
次看比赛语言，千里公平一把，用爱演唱不出，印出一个完全色。我打开始好吗？哎。这次跑比赛语言，千里公平一番，勇敢演唱，踢不出，踢出一个半决赛。下江陵，雄燕是南，天亦南。风不离白发长，春常多喜，是风起，一生风来自我。有人能寫滿天海，也願當一江河，夢來自然不墮入。有人能寫滿天海，也願當一江河，夢來自然不墮入。將要迎雨會看風。公司有人轉來走的嗎？有人能寫滿天海，也願當一江河，夢來自然不墮入。有人能寫滿天海，也願當一江河，夢來自然不墮入。將要迎雨會看風。大家好似因為用嘅拉丁嘅巴薩諾瓦，就台西亞最近大家很流行聽到那個小野麗莎，她把這個巴西的節奏放到爵士樂裡面，然後把唐詩跟爵士樂還有客家話這樣的結合。
那希望就是他们就是走出一个客家音乐不一样的路啊。希望大家还可以接受，谢谢。沙伦呢，找个打流一票也还通识。这首歌是大家很熟悉的《枫桥夜泊》。大家会不会念《枫桥夜泊》？妹妹会不会念？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我们教大家用客家话念好不好？来，念落乌啼霜满天，来。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念起来是不是很美啊？哦，因为我们客语比国语多好几个音阶哦，所以念起来特别好听。那我待会演唱这首歌，我前面呢会用这个客家的古调，特别来弹来加固哦，一台金饰也是要它赢的这个曲调。那后面呢是我创作的这个枫桥夜泊。我先讲一下枫桥夜泊这故事哈、他这个作者叫做张继啊，他是中唐的时候的诗人，他进京赶考好几次都没有中榜。很失意的回家的路上经过寒山寺啊，就是听到那个寒山的钟声啊，然后天气很冷，就越想冷，越雄心越朗啊，就写了这首《枫桥夜泊》。好，大哥，我清唱4句以后，你让他表态啦。我们第几首 ？CD 第6首，我先清唱。来，从来夹棍告来，年落乌啼霜满天，江枫火对愁眠呢。姑苏城外寒山寺啊，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非常好，给自己掌声鼓励，谢谢。只有4句夜白台这个浪来土下床，很简单，来。年落乌啼霜满天，江枫火对愁眠呢。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谢谢。
这梦叫跳来来，点点起彩太愈跳，无人写，无人爱，伊迄一条流浪狗，暗天呼呼，又摇又无朋友。西望叫是叫，爱会好好留有爱，照顾你，保护你，你不会在乎时。哦，很简单哈，我先唱一次给大家听。西望叫跳来来，点点起彩太愈跳，无人写，无人爱，伊迄一条流浪狗。蓝天呼呼，又要有我陪你，西望叫不是叫，来为好好你爱，照顾你，保护你，不会再呼吸。保护你，不会再呼吸。哦，一句句唱啊。西望叫跳来来，点点起彩太愈跳。对，唱。西望叫跳来来。点点起彩太愈跳，无人写，无人爱，伊迄一条流浪狗。无人写，无人爱，伊迄一条流浪狗。后面啊。蓝天呼呼。蓝天呼呼，又要有我陪你。来，又要有我陪你。最后一句啊，西望叫不是叫，来为好留意爱。西望叫不是叫，来为好留意爱。最后一句，照顾你，保护你，不会再呼吸。来，照顾你，保护你，不会再呼吸。好，待会大家跟我一起唱。其实这首歌有没有点像那个我们的泥娃娃？泥娃娃，娃娃。因为我那个，我觉得童谣里面最可怕的就是泥娃娃，因为歌词里面有点可怕。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我做他爸爸，我做他妈妈，永远爱护他。那首先提白讲的《泥娃娃》这首歌就有点可怕，好像是那个纸娃娃会走路的那种感觉。好，这是题外话。我其实是这首歌写的《聊天谁忘歌》哈，有点参考这个泥娃娃的那个比较小调的这个歌曲。我们一起唱好吗？你唱慢一点。西望叫跳来来，点点起彩太愈跳，无人写，无人爱，伊迄一条流浪狗。
舞。要有我陪你。最后一句，是朋友，不是狗，爱为何闹意爱，照顾你，保护你，不会再呼吸。再一次，照顾你，保护你，不会再呼吸。再唱一遍哈。sẽ vòng kêu kêu lại lại nhằm nhằm khi trái thay muốn theo một nghìn cha một nghìn ôi vì thế theo đường ngón kêu bình an thiên vu lại với họ nào bị ôi theo cứu nhị bỏ phu nhị với trái cùi xì再一遍theo cứu nhị bỏ phu nhị với trái cùi xì。 哇，好棒！谢谢谢谢谢谢。最后呢，咱想表来法出问大家运雄一行啊。其实本来的计划里面有机会，我可以教大家去写生。那以后我们也许课程会做规划。那熊呢，先介绍一下，就是平常啊，很多人用这个文字写日记哈，他也用法图来写日记。这个用画图写日记呢，首先买一本速写本哈，就会卖啊，谁不呢？就是平常呢带在这个身上，随时看到可爱的小孩啊，就把它画下来。然后旁边可以写哦，今天看到一个流口水的小孩，好可爱，把它记录下来。那时间久以后呢，它渐渐就变成你的那个生活的笔记本哦。后来你回忆起来很有意思。那因为现在刚讲过照相太方便了，所以大家都人手一机哦，好像没什么意思。用手工画的也许不太一样。那照相照的一照，你所有东西都照进去，比方说你这个人后面的树都照起来。可是你要画画呢，你可以攫取你想要画的，我只要画这个人，专心在这个人上面，那撒哈拉应该从大概5分钟的时间欣赏一下，我这几年画的一些作品，因为我本科是学美术的，那大学因为玩乐团，后来才创作客家音乐。其实我一半画画，一半在写歌。这边也鼓励大家可以用那个买本速写本平常拿铅笔就可以画一些生活的记忆一张一张放好了，先。好，就从这边这张开始。这是最近画的，这是画一个朋友，他把他穿那个云南的服装那我把这个女孩子很柔美的那个气质画出来，因为我最喜欢女生我觉得女生真的很美，喜欢女生的那个柔美的感觉，很有气质吧？这张大概花了6个钟头吧，5到6个钟头。好。下一张，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小姐是在做那个接洽国际那个音乐交响乐团过来台湾的一个翻译，德国的翻译很有气质的一个小姐。好，下一张，这是那个小姐的另外一个角度。我这个是上个礼拜画的，最新的。我觉得蛮喜欢这张的，我不知道你们感觉这小姐的头发像龙的爪子一样，感觉像那个龙的爪子。那很有气质的小姐，我想把她那个精神状态把它画下来。好，下一张。下一张一个法国的小姐，她长得有点像男生跟男人头的感觉，她金色的头发，把它画下来。好，下一张。这个是一个，是可以变大吗 ？OK， 好，这是一个澳洲的少女。一动身体，一路推翻，因为他很喜欢海马，我们中药材的海马，那他的名字就叫海马，姓海名马，那叫海马小姐。她是一个弹贝斯的音乐家，18岁很厉害，18岁他就教18岁的学生，
弹贝斯，所以她那个技巧已经很厉害，已经是一个音乐家了，很有气质的一个小姐。然后下一张，这其实是她另外一个头发把它放下来，这是同一个人。这张我也很喜欢，有点像那种，很像1910年代那个欧洲的作品。好，我们看下一个档案，那个素描，好，这是比较早一点，大概10年前画的。啊，这是都是画我身边的朋友，这是我的学长贺楚乔，他是一个，好怂啊，那个头发，他很厉害，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研究所榜首。好，下一张。哦，这是一个香港的朋友，像港仔。好，下一张。这是一个画家叫王高斌啊，现在都有在开画展的一个画家的朋友。好，下一张。这是来这个学妹，请她当模特儿画她。好，看走这样哈。好，下一张。好，来个台 Q 鼓啊，他是那个正战的士官，好，法基抢机当模特儿的法基。好，下一张。啊，这也是一个画画的朋友，我们就互相当模特儿在画。好，下一张。啊，这也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小姐，我觉得我画的不够漂亮，本人比较漂亮，有时候还是会失手。好，下一张。两张配就越厚道，厚道啊，OK， 厚道啊，该都能够发出来。好，下一张。哇，这是裸体画。这是还有像学生时代画的炭笔素描，因为你后该西画发音穷因为第一个骨骼长什么样子，虽然画衣服你有第一个在骨头上来玩，我学解剖学，所以我有发人体裸体像，这是我很满意的一张素描，好的。跳白台湾的模特儿很少，都是没有年轻模特儿，我觉得，而且哈嘎音呢。可是我感觉他好像有点风尘味，好像是那以前就是在茶店做，然后后来出来才当模特。好，下一张，这是我的同学，班上很漂亮的女生帮他画像。好，下一张。好，这是一个朋友，一动又兴，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的，但是他都为这个残障的人就是帮他们做很多福利。他本来要出家的，后来因为他是一个印度教的团体。后来他师父不让他出家，因为他说他小儿麻痹可能要服务不方便，所以他不能出家，不能把这大爱奉献以后，他还是回到在家的身份，还是在帮台湾的残障人士在服务。这是他在打坐，大概坐禅的时候把它画下来，他那个坐禅的很从容的状态。好，下一张，这是一张裸体。好，下一张，这是刚才那个上一个的模特儿。好，下一张。这张是帮一个书插画，叫做《祈祷的岛》，跟很虔诚的，好像回到自己内心很安宁的那种安详的感觉，我蛮喜欢这张的。梁壮人因为你家里面遭小偷，后来被偷走，只留下这个档案。家里面遭小偷，我收藏的唱片跟很多图都被偷走。好，下一张。没有了，我看另外一个档案画狗。好，最后一个档案不谈下去说，因为我很喜欢狗跳白就是爱狗到什么程度呢？跟赖痢狗可以一起相处，可以抱赖痢狗。然后我一吹口哨，所有的赖痢狗都会跟我走。我上课的时候就是班上的狗都会围在我旁边，然后给我凶打，就会班上同学说，谢会吵死，我要把狗赶出去了。那后来他们都在门口在等我下课。我后来这个能力在交第一个女朋友后就失去了，不能只是绕给我就在攻法口哨一吹所有的狗都跟我走。好，这是在小金门画那个自己连队养的狗，都来动灰，都来凿好，这个就是速写不一定要画得很像，把你对那个狗的很有趣的感觉瞬间把它画下来这个叫速写。台积杠可以准备一个速写本跟铅笔，有空的把你看到的东西画下来，可以练习看一看。好，下一张，这张就比较开玩笑的。好，下一张。好的，学生时代在阳明山养的狗。好，下一张。OK， 这张我们就蛮有趣。该
跟谁给我只流浪狗哦，伤心英雄一面一哦，它会很害羞这样看着你，会怀疑你会不会打它，就把那个感觉画出来哈。所以除了画具象以外，我们也可以把那个很直觉的那种感觉，像漫画一样把它画下来。好，下一张。好，麻烦下一张。哦，也该左边的时间哦，连上养的狗，它就来招风一样。它这只狗叫加嘎，后来我们退伍以后，这只狗是黑狗，可能被宰掉了，被吃掉了。好，下一张。好，这是比较具象的，就是水狗提袋它也是要帮我给嘛，也是流浪狗，我都画流浪狗。好，所以我刚才告台阶告闯该谁帮给哦，就大家关心这个流浪狗。好，下一张。哦，这张画叫做在秋天回来的那只耐力狗。我想大家从小到大一定养过一些狗，但是因为狗的寿命只有10几岁嘛，早就比我们早走，就好像你梦里面哈、一只谁 Q 该条狗转到一啃一样，所以这是因为它这个角度好像你在上面往上看它仰望着你，啊，所以这张画叫做在秋天回来的那只耐力狗。好，下一张。哦，这张是最写实的，啊，也是一只大狗，OK。好，下一张。好，这张是在台北的牯岭街小剧场前面的流浪狗，那边毛很长，可是毛都很脏，就央球。好，下一张也是它，另外一个角度画这只耐力狗。好，再下一张，这也是一只流浪狗，要老夫哎。不急的感觉。好，下一张，这是高中时候在学校画的。好，再下一张，这个也是高中时候在学校图书馆外面，那时候写英文 ，A poor dog lying on a lonely side， 就是一只可怜的狗躺在寂寞的角落。下一张，后来。我觉得就拿钢笔吧，因为我晚上都在图书馆念书嘛，他都在图书馆外面。那有一天就把它用钢笔画了这张我蛮喜欢的，高二画。好，下一张，应该没有了。好，各位兄，感谢大家。那今天我的那个驻村的演唱跟教学呢，就到这边。那希望你们会变成小黄狗，还有几天会记得怎么唱。还有呢，如果有机会呢，可以用画画来写日记买一个小书写本，把你生活上的感受把它画下来，好不好？好，师傅抬杠。来表演的节目，来，我们现在欣赏山富歌，来，我们欣赏，谢谢。
无读无发音，安尼讲，这是一些的客家有闹眼啊。其实下来剧组么两下讲句话啊，就可以进山，谢谢。来预奏吗？吃排泄非常的宋金才来呀！爱是呀。
不息不从不断不言不变不讲不困，流水的阿流转啊，上次的阿玲玲，秀发真啊努力啊奈不啦。阿来姑，你了就是有无有无？你敢无吃好用啊？什么嘅草呀树，叫声嘅叫啊叫，前路嘅力量灿烂，我拢在做歌。你呀爱转转爱无咯，上转了，渐渐过爱咯。哎呀，上风你欠我了哟。给草呀树，深深给色那包，不太不细，不长不短，不点不变，不讲不困，爱是啊哟哟，秀发真啊我拢在做歌啦。阿来姑，今来就是了顺畅畅了。色马天来个步啊比，拄啊送亲来。你呀莫是呀，哎呀，来奉娘子啊！色子渐渐，笑死的阿唱歌，给好啊，真的好啦！开头发英雄啊，我来向前歌，我真来优秀爱，呀呀呀来又想你，慢慢唱歌来慢又从来。哎呦！继续下来呢，你来欣赏按照杂叉情歌、采茶情歌，你系属于客家嘅流行歌曲，系由清德会钟水玉来唱嘅歌曲，谢谢。太硬吼！